後來，來是南投日月潭一間餐廳，和一台貨車弄破壁。當時餐廳內底有一對中國遊客當咧食飯，袂付險弄着腰，閣互玻璃掛着傷，添3針。弄破壁第一時間，所有的人攏走出去看，結果發現貨車頂竟然無駕駛。過一大久啊，這個駕駛才走過來。原來是一個印尼的非法的移工，講伊落車去買物件，無有迄個手動啊。貨車才轉去弄破掉餐廳的壁。貨車偏離車道向正邊弄入去路邊這間餐廳，一個查甫人徛佇咧餐廳外口，互弄過來貨車行一條鐵棍仔步。更較驚人的是，當時餐廳的壁邊坐一對來日月潭佚佗的中國遊客，當咧食飯，貨車甲壁弄破，遊客互驚甲跳起來，毋過袂付險。查甫遊客互弄着腰，閣互破去的玻璃掛着傷，添3針。被玻璃割到了，所以總共3針。頭家人發現餐廳的壁互弄破，人客閣着傷，趕緊來看詳細，敲電話報警察。更較喊過的是，吊衰貨車車頂竟然無駕駛，直直弄甲餐廳弄破去。很用力，這全部都已經跑掉了。頭家娘真無奈，壁面毀損嚴重，無法度營業，大停業3天，趕緊先開錢找人來修理。必須要被迫可能停業幾天。這是一定要啊，不然怎麼辦？車主是露營區的老闆娘嘛。該男子為失聯移工，警方依法帶返調查。酒駕及毒駕檢測均為陰性。警方到場發現客車的駕駛嘛來到車禍現場，伊是失聯的移工。伊甲警方講是去買物件，袂記得甲手動啊扭起來，才會互貨車出去弄餐廳。貨車的車主是富軍路營區的業者，若業者涉嫌請非法移工的部分，警方嘛會做回偵辦。